好来，烤猪太太。哦。要万一你说私包有没有太不他？那苏妈妈给冻到烧嘛，他就分你想打进去的。好，就搞了嘛。上请他点。好，一起下来啊。哦，你上得来的。那哈。后边那个。哦。好，这个了。那屋里不是啊？私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那这个就凭你是啊？はいはいはい。干嘛你爹屋里是了的？すみません、私は渡来がまだいで。是的，你个话的说嘛俺听不懂哎。先解释一下好啊，胡念一下。你说啊，装了给咱名字的。你说谁啊？嘘，装了给咱名字的，你的明白？私はな、わからねえ。上咖喱门就看得懂了啊！我们说谁啊？嘘，装了给咱名字的啊？那啊，装了给咱名字的，行吧？啊，那么呢？好嘞，你得帮我日的。你啥？但是这个上了头有点门痛，一亏上了还讲亏多了，反正这个呀，可是保险治疗不了。是我们的定个规定给先吃啦。给先吃。我觉着生物对皮肤表面造成伤害，才是一种冒险。但就溃疡来讲啦，就不一定了。那治疗方法正确的情况下啦，有3%的几率可以不动手术。哎，那个就给保险治疗不好的呀？保险治疗我要赞成呀，但是你搿不能来给自信认为自家就是给3%的个人呢。让你给手术干了，定甲光仔，洗激光仔，好比是服务嘛。那你给爸爸好比当开玩笑嘛？我喊你个小面孔，你来问溃疡要不要开刀？你晓不晓得噶？啊？你要开溃疡到隔壁中学部里去，去配啥？像这个豆啊，我们等配的药，你给你报个量啊，买好就吃，我给你把这里敷住啊。好。はい。すみません。私は。那说的在空鬼里干的那个来说，你一定没听懂啊，这个爸爸。私は出たでね。我打个太阳是的啊。我比太阳小，今朝我咋个抽得小，明朝长得小。那我打输警察老爹电话的，没得个样的我再说。对不对？板栗家烧小本鸡，海宁菜鸡蛋干，爽口酸菜鱼。好了来。啥？你老是中药开不啦？是不是谁不出毛病好开了？是吧？你个里讲了，我就是个擦脚是，但是擦脚上一个特点，就是这边说毛病懂个点点。你就讲那个的数分子。我的事体我也看不好个，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数分子的？不，是来，是个老婆来，你找一张昏天位，好推上他台个这个。来的对，到车上一起嘛对车是大大少少不高兴，你来看哪不要？搿门谁是吧？稍微谁个来给？那搿两个字读读看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3点快，一只550步，一只550子，哈布沙，
哈普萨。你看，是不是跟老头个床呢？捏不个床睡的？证明人这辈子啊，蛮多事体啊，人没办法控制哎。我跟你讲。嘿，你好，你的打手进菜外卖到了。哦，给我放这里吧。好。你等过来。玉曲讲好个对自己。蒜蓉培根卷。来，这好了，哎，这位再等个老多了，下早了。达叔营养净菜配送。多看看，给两给看。